坐落來看第3題。大家細妹捉緊阿邊個嘅衫褲，handที่安頓嘅平頭，看紅來有高興。我們來看看這題的選項。第一個，主固，穩固的意思。第二個，順流，表示個性很單純、善良。第三個，拖動，穩當的意思。第四個，飽滿，就是之前提過的十分、相當的意思。題目是問，看起來怎麼樣有個性？在了解這4個選項的意思之後，我們這題的答案應該要選第4個，飽滿。我們來念看看，將它帶入句子後，文句是否通順？大家細妹捉緊阿邊個嘅衫褲，handที่安頓嘅平頭，看紅來飽滿又高興。您看這樣的文句是不是很流暢、很通順呢？坐落來 ，and 過來看第4題。用船嘅天時，唔做嘛走進來，唔留頭不卡。1. 大叫唔出門。2. 叫掀門簾。3. 大屁按叫心。4. 叫派火車。第4題出到動有침투。第一個大叫唔出門嘅意思，然後頭下有講過咧，係表示天時唔係當好嘅意思。第二個叫掀門簾，係乜嘅意思呢？佢係講全靠一種罪，因為叫我掀門簾嘅時節，但且會用到加罪，所以也係全靠一種罪嘅意思。第3個大屁按叫心，係乜嘅意思呢？佢係講有時叫都是要咧，是為圖主人嘅訊號點來點去，到了時節，那係主人帶一個屁卵，換一隻叫屁到，佢是為搶有許多東西嘅用。用反義來解說嘅意思是講一些不切實際的話來敷衍他。第4個叫派火車，你可以想象有一隻狗一直對着火車狂吠，那會發生什麼事情呢？徒勞無功嘛，該是乜嘅後果都冇。所以兩題嘅答案是選第一個，大叫唔出門。要麼然後來讀每題試看看。大叫唔出門嘅天時，唔做嘛走進來，唔留頭不卡。